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家人下遊越南大拿，唔經唔覺已經去到最後一日喺大拿，起身食埋個早餐就開始開車330公里返去胡志明市。喺回程嘅路上參觀咗2間佛寺，第一間叫做萬德寺祖反德，佢有一個白色嘅觀音企像，面上圓潤慈悲為懷。佢嘅位置可以觀看大拿嘅全景。喺呢度遇到好可愛嘅小黑，佢自己走過嚟討摸，仲目送我哋離開。第二間叫做大勒靈隱寺祖倫能，佢位於山林之間，有一個71米高嘅觀音企像，非常莊嚴慈悲。觀音像內有樓梯可以登高望遠，有時間嘅朋友可以入內參觀。觀音像嘅斜對面仲可以見到水量充沛嘅大象瀑布，越南名叫做 Thác Voi， 亦都係靈隱寺嘅一大看點。禮完佛，我哋繼續開車，差唔多到飯點，我哋就老牛尋舊路，食返第一日食過好味嘅大辣煲仔飯餐廳 Cơm Niêu Đà Lạt。第二次食都 keep 到水準，下次大家有機會經過呢一度，一定要嚟試下。我哋16個人一齊食到好飽，都係200萬越南盾左右，大約600蚊葡紙，真係平靚正。食完飯就繼續開車，差唔多下晝5點幾都返到胡志明市啦。我哋就直接去食中菜做晚飯。今晚揀咗盤溪餐廳，英文名叫做 Song Restaurant。呢間餐廳喺越南華人圈子入面都頗有名氣，我哋屋企都食咗20幾年。食完晚飯，我就自己坐咗 Grab Bike 去市中心買啲衫褲，順便睇下個西貢夜景。之後就喺屋企附近買咗1包西貢糯米飯做宵夜，結束一日嘅行程。今日就分享住咁多先，下一集分享越南西貢1日遊，敬請期待，拜拜。